那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介绍一道菜哦，它是可以当成主食，也可以当宴客菜，而且看起来非常的澎湃，所以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团圆茶虾饭。好，为什么叫茶虾饭啊，老师？茶虾饭一定要有虾，你看这个虾子，我今天是用了选购的，这个是白虾，然后我们用比较健康的油，就用茶油。是一般的苦茶油吗？对对，然后它是这种像苦茶油这种都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茶油哈，然后它很健康，然后我们用虾配合茶油来煎香，不用炸哈，这样子，然后配合饭，然后来炒饭，然后做成一颗。好，真是很团圆的、很漂亮的一个。而且今天的饭也很特别哈，因为我们用的米也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待会再跟观众朋友介绍怎么样来煮出一锅呢非常好吃的这个饭哦。对，然后通常一般我们观众朋友，假如说我们要今天让我们这个虾子很挺立哈，这样子哈，你炸的话，当然有很多种方法，有的是断筋，有的是插一个竹签、牙签去炸，然后它就可以排排站站很就指的不要是弯曲的。对对对。那像有些观众他们或许会觉得，就是说我在家里煮的虾子，有时候我就管叫它劈腿。腿开开的这样子有没有？它不会这么紧实，好。那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方法。哦，原来呢，虽然今天只有一道料理，但是里面的 pepper 太多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油哈，我们今天用茶油哈。那因为我们这个虾子哈，它不是有眼睛吗？虽然说我们的手脚已经给它就是说修剪得很干净了，可是它眼睛还是有水珠。那我们就是说，我们先不要起热锅，我们就是直接把这个茶油我们把它倒下来哈，因为我们观众朋友最担心的就是说要炸的问题嘛。那我们今天这个虾子，我们要让它就是说用煎的比较香，好，然后我们就这样把我们的虾子，我们先不开火，因为你开火的话，它这个有水汽，很容易油爆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就把它每个虾子都给它排好，先给它排好哈，这样子。好，讲到这个苦茶油的话呢，这个就是用茶叶这个野球剂，对不对？对，去提炼出来的，是非常健康的这个油品哦。然后这样子哈，你看我们把我们的虾子哈，这样子哈，把它排好，对不对哈？那我们刚刚是没有开火，对不对哈？然后我们这样虾子的话，如果说我们一开火的话，它一热虾子会缩，所以它就会呈现不规则的样子哈。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用这一个秘密武器。就是一个盘子，我们就是把它放在这样子固定，把它盖住，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才开火。我们就是用这个茶油来煎香我们这个虾子。那加了这个盘子的作用，就是说让我们的虾子可以定型。哦，所以这样子一个固定的方式这么简单，可是我们。其实我不知道呢，老师，很多人都以为我很会煮菜，我告诉你，我很多东西都不懂。因为其实就是说，加上一些小撇步哈，对于家庭主妇来讲，其实你很简单哦，在家里一个哈，也可以把它弄成很美的一个宴客菜，这样感觉就不一样。要不然你看，你那做醉虾、白芍虾，它虾子让对呀，怎么我们排来排去都排不漂亮，这样子哦，原来就是这样子哦。对哈，那我们这个虾子这样子给它煎，因为我们今天选用的这个白虾它很大，所以这样煎大概要1到2分钟，然后再把它翻面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加了这个盘子之后，我们的虾子就不会乱劈腿了。好，这样子 OK 哈。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团圆茶虾饭哈，顾名思义一定要有饭。好，所以说厨娘你看，我今天选用这个米非常的特殊，不太一样。这个有一点像那个泰国米，对不对？对，尖尖的一个香米。真的有味道哦。对对对，那这个香米哈，我们通常来做这个茶虾饭来讲，我觉得选用长米比较适合，是不是它 Q？ 对，然后它比较没有那么黏。对，然后它口感也很好，然后就是说你要煮的就是说比较干爽一点，不要太黏，因为我们等一下饭还要去炒。哦，那真的是还蛮繁复的哦。对，所以说，然后就是4杯米，3杯的水，然后外锅用1杯半的水，然后电锅跳起来焖大概15分钟。就这样子，那你也可以加一点油。我正要问啦，因为太厉害了，差一点的暗砍好，就是加一点点的油到这个米里面呢，再把它生米煮成熟饭哦。然后它加油的作用是比较米饭可以晶莹剔透，那也比较不会黏，在炒饭的时候会比较好炒。这样好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虾子，我们看大概可以翻面了哈，你看哦，而且我们现在虾子也定型了，你看。
真的耶，而且这样好像也比较不会油爆。然后你看我们的虾子已经定型，我现在把虾子翻面。好，这样很香，每次都好乖哦，好像阅兵一样，而且大家都不敢动。对对对，就像做体操这样排站哈，你看，而且我们这个虾子经过这个茶油哈，这样来煸，非常的香。哦，其实这样子哈，哦。我们的虾其实这样子差不多哈，在30秒大概就熟了，所以不需要再盖盖子了。不用了，因为它已经定型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秘密武器呢，功成身退哦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这个虾子好的时候哈，我们就给它起锅。好 ，OK， 你看这样很香，我都闻到这个香味了哈。好，你看这个虾子已经熟了，我们虾子不要煮得太老，这样子 OK。你看每一只虾子哈，它的形状哈，都固定的。OK， 好，对，这样子。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茶虾饭哈，那我们就是要用这个，我们刚煸过这个虾子的这个油哈，那我们就来加这个调味料，对，爆香。那这边是一个姜末，姜把它炒一下，好姜。炒一下哈。那如果说，假如你因为我们的茶油苦茶油，它是不饱和脂肪酸，很健康的油，但是以香气来讲，它会感觉就比较略咸不足，好，它比较没有香，所以说我就会这时候我会加一点点的这个黑麻油来增添它的香气。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黑麻油就觉得这个很适合坐月子的时候吃了哦。好，对，然后我们就用小火给它煸这个姜哈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拿出我们的今天的男主角，这个是女主角，那我们男主角就是我们的饭喽。老师真的是太可爱了，难怪哦，老师他每堂课几乎都是爆满哦，然后秒杀哦。好，来这边。好，讲到这个饭出炉的话呢，这个饭你看哈，它很晶莹剔透，好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先给它挑松一下哈。好，在挑松的时候会注意到了，老师准备了一杯这个水哦，就是说如果你要让这个饭匙呢不粘黏的话呢，你可以在旁边准备一杯的这个水啊，就是不要是生水啊，要食用水啊，然后或者是说你放在冰块上面。它热胀冷缩，它的饭匙呢，你会发现呢，都非常的干净啊，不会说粘着饭粒哦。对，而且你看我们刚刚因为煮饭的时候有加了一点油，所以你看我们的饭都很晶莹剔透哈。OK， 好，然后这边我们这边的姜末已经有出的香味了哈，然后我们这里这个时候我们就加一点我们的这个青蒜末，也是增添它的香气。就像说炒饭要加葱末，意思是一样的哈，我们就加一点青蒜，青蒜它比较香哈，然后把它炒起来哈。然后这边现在目前下的都是增添它的香气哈。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增加它很丰富的口感是什么？鱼卵。哇，好特别哦！刚刚我还以为红萝卜泥嘞。对，一般来讲，我们台湾人最喜欢就是那个蛋炒饭，你有没有发现肚子饿了来个蛋炒饭真的是很实际？那我们今天就不是用蛋来炒饭，我们是用这个鱼卵来炒饭。这个飞鱼卵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一般超市有卖吗？有，大型的超市通有。那我们就是放个一半的量哈，那它吃起来哈跟饭这样子哈，它会在你的口腔内会弹跳，很丰富，那个口感很棒哈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可是老师，这个飞鱼卵是不是动物会咸？有，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就是说，在调味的时候，我们的盐巴哈就是少放一点点哈。大家手要轻一点哦，不要太过豪放哦，放太多的盐。对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饭我们把它放下来哈。我今天炒很多，所以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有得吃。老师每次来了，我最开心了。为什么？老师不是快手而已哦，狮子座的个性发挥了淋漓尽致非常的慷慨。每次他不是12人份，我看都是24人份的哦。好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虾油来炒来炒饭。那其实我们在炒饭上也调味非常的简单。我们这边是4杯的米我们大概用1茶匙的盐巴因为刚刚有用虾卵了，也一定有咸度，所以就不用太多然后再加一点点的这个白胡椒粉，
然后鸡粉哈，看个人喜不喜欢加都 OK 哈。酌量也大概1茶匙左右。哦，那如果你不加也 OK， 因为我们这个虾油它有这个鲜味，好，它一样可以提鲜。其实像这个虾卵哦、鱼卵哦，在非常好买，像一般超市、大型超市都有得卖。那有一点像我们在吃那个寿司，上面摆的就是这个。然后起锅前，我们就把这些青蒜好，再把它拌进来哈，增添它的那个香气跟色泽。好，好。好，然后这样整个就很丰富了哈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，也不能说算是摆盘啊，就很简单哦。一般来讲，盛下来这样就可以吃了。但是我们就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宴客菜哈。那我就用这碗把它装起来。对了，你就用碗公来吃也不会说变得不好吃。但是如果说，你再细心一点，用一个摆盘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，它已经变成一个宴客菜了哦。对对，不再是一个很平凡的炒饭了。对。哇，老师，我家现在虽然没有这个飞鱼卵呢，对，但是呢，我们家有青蒜。对，炒饭很棒我现在发现。用青蒜炒饭比青葱味道还好。我以前都用青葱啊，真的啊，我喜欢用。如果说在冬天季节，青蒜它是产季的时候哈，用它来炒，非常的棒哈。那我们稍微给它压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要扣这个形状出来哈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哈，这个一个盘子，然后任何的盘子都可以，然后你就把它放上来，好这样子，好这样子，然后就好，这样它有一个圆圆的哈。那知道大家是知道这是虾卵，我就中间给它放一点这个虾卵。就很澎湃哈，因为我们今天的虾真的太大，已经盖过这个饭了。对，谢谢楚明，这样子满了。8只，这8只刚刚好，好发，这真的是，真的是很有默契啊！你看这样子，是不是它就整个就是很圆满？你说它当一个宴客菜，什么这个，你看一上桌，它不是摆盘很澎湃、很丰富。哇，跟老师的个性很像啊！你看老师选的虾也特别多家，他本来想说10几只摆上去，结果摆了8只，让大家都发，对，刚刚好。好，你看这个饭哦，你看哦，它晶莹剔透，来，你看很香。